如果你认为一根香蕉只是普通的水果，那你正在错过可能拯救你心脏的东西。我今天要跟你分享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可能会让你震惊。在台湾每3个成年人当中，就有1个人缺乏钾离子，而这些缺钾的人，他们罹患高血压的几率是钾离子充足者的7倍。你听到了吗？7倍。现在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每天只是多吃1根香蕉，连续吃7天，你的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你的血压会怎么样？你的睡眠品质会不会改善？你的精神状态会不会更好？但是请注意，如果你现在听到一半就离开了，你可能会用错误的方式吃香蕉，反而伤害自己的心脏。这不是我在吓你，这是我在诊间看过太多真实案例后的肺腑之言。让我告诉你我是谁，我叫李国胜，今年68岁，是一位心脏内科医师。这40多年来，我追踪过数千位高血压患者，我看过太多人吃昂贵的保健品，却忽略了最简单的食物。我也看过有些人因为一个小小的饮食改变，就让他们的身体产生惊人的转变。有时候最简单的改变威力比药物还要强大，但前提是你要懂得怎么做。今天这支影片，我会用7天的时间轴带你一步一步了解，当你每天吃1根香蕉时，你的身体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会用最浅显易懂的方式解释背后的科学原理，我也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该吃哪种熟度的香蕉，以及哪些人绝对不能随便尝试。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能收到我们最新的健康建议。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在留言区打数字1。如果没有帮助，请打数字0。也请让我知道你是从哪里收看的。在开始之前，欢迎留言提出任何你想问的问题。记住，在你决定每天吃香蕉之前，你必须知道，这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方法。有些人吃了反而会出问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让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把你的身体想象成一座城市，在这座城市，离钾离子就像是交通警察，负责指挥血液和电解质的流动，让一切都顺畅运作。纤维质呢，就像是清洁队每天负责把身体里的废物和垃圾清理前进。维生素 B6 则像是红绿灯的信号系统，控制着你的情绪和神经传导。当你的身体离钾离子充足的时候，血糖和血压就会平稳的移动，不会塞车，不会爆冲。这就是为什么一根小小的香蕉能够对你的心血管系统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现在让我告诉你，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大约含有105大卡的热量。听起来不多，对不对？但它里面装载的营养素可是非常惊人的。首先是钾离子，一根香蕉含有422毫克的钾，这个数字对大部分人来说，可以满足每日建议摄取量的大约12%。钾离子的作用就是帮助你的肾脏把多余的钠排出体外，进而降低血压。很多人血压高，不是因为吃太多盐，而是因为钾吃的不够。再来是纤维质，一根香蕉含有大约3公克的膳食纤维。这些纤维分成2种，一种是水溶性纤维，可以减缓糖分吸收的速度；另一种叫做抗性淀粉，它的作用更特别，它会直接进入你的大肠胃，养那些有益的肠道菌。当这些好菌吃饱了，它们会制造出短链脂肪酸。这些物质不但可以保护你的肠道，还能改善你的大脑功能和荷尔蒙平衡。维生素 B6 也是香蕉的强项，一根香蕉可以提供你每日所需维生素 B6 的1/4。这个维生素负责合成血清素和多巴胺。
这两种神经传导物质是你保持心情愉快、思绪清晰的基础。缺乏 B6 的人常常会觉得情绪低落，容易焦虑。最后是镁，香蕉含有大约8%每日所需的镁。镁的作用是帮助你的肌肉放松，减轻压力，改善睡眠品质。很多人晚上睡不好，其实就是缺镁的表现。所以你看，一根香蕉虽然看起来平凡，但它就像是一个微型的营养补给站，默默地支持着你身体的各个系统运作。这不是什么神奇的超级食物，而是一种非常均衡、非常适合日常食用的天然营养来源。现在你知道香蕉里面有什么了，接下来我要带你看看，当你连续7天每天吃一根香蕉，你的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让我带你走过这7天的旅程。这不是我凭空想象的，而是综合了许多病人的真实回馈以及科学研究的观察。结果第1天和第2天，大部分人的感觉是方便、容易执行。你早上剥一根香蕉，配着早餐吃，或者当作上午的点心，味道甜美，不需要任何准备工作。你可能还不会感觉到明显的身体变化，但你的肠胃已经开始默默地适应了。有些人会注意到，吃完香蕉后的那几个小时，能量比较稳定，不会像以前那样突然想吃甜食或喝含糖饮料。到了第3天、第4天、第5天，变化开始变得比较明显。很多人跟我说，他们的排便变得更规律了。以前可能2、3天才上一次厕所，现在几乎每天都很顺畅。肚子也不再那么容易胀气，那种吃完饭后肚子鼓鼓的不舒服的感觉减少了。更重要的是，对甜食的渴望明显下降。以前下午3点一定要来杯珍珠奶茶或是吃块蛋糕，现在发现自己好像没那么想吃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香蕉里的纤维质和抗性淀粉已经开始在你的肠道里发挥作用了。它们喂养了肠道里的好菌，这些好菌把纤维分解成短链脂肪酸，这些脂肪酸会透过血液循环影响你的大脑和荷尔蒙系统，它们会告诉你的大脑，你已经饱了，你不需要再吃更多糖了。这是一种非常自然、非常温和的调节方式。到了第6天和第7天，有些人会注意到更深层的变化，他们的精神状态变得更清晰，思考更敏锐，晚上的睡眠品质提升了，睡得更深、更沉。早上起床的时候不再那么昏沉，而是感觉身体轻盈，头脑清醒。这是因为维生素 B6 和镁开始发挥作用了。B6 帮助你合成更多的血清素，这是让你感到平静和满足的神经传导物质。镁则帮助你的肌肉和神经系统放松，减少夜间的紧张和焦虑。这两者加在一起，就是更好的睡眠品质。但我要强调一点，这个过程需要你自己去观察、去感受。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反应的速度和程度也不一样。我建议你可以准备一本小笔记本，或者用手机记录，每天简单写下你的能量水平、睡眠品质，是否想吃零食，排便是否顺畅。不要期待什么神奇的效果，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就让你的身体自然的反应，你只需要静静的观察就好。记住，真正的改变从来都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透过持续的小习惯慢慢累积出来的。现在让我用更科学的角度告诉你，这7天里你的身体内部到底发生了哪些连锁反应。我把它整理成5个重点，每一个都有研究支持。第一个改变，肠道通畅，香蕉里的纤维质和抗性淀粉会为你的肠道益生菌创造一个理想的生存环境。这些好菌吃饱了之后，会制造出短链脂肪酸，像是丁酸、乙酸，
这些物质不仅保护肠道黏膜，还能减少发炎反应。当肠道健康了，你的免疫系统也会跟着变强，整个人的抵抗力都会提升。第二个改变，能量稳定。香蕉虽然含有天然的糖分，但因为有纤维质的包裹，这些糖分会慢慢递释放到血液里，不会像喝含糖饮料那样，让你的血糖瞬间飙高，然后又快速掉下来。这种平稳的能量供应可以让你一整天都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不会突然精神很好，然后又突然累到不行。第三个改变，血压稳定。钾离子的作用就是帮助你的肾脏把多余的钠排出去。当你的体内钠钾比例平衡了，你的血管壁就不会承受那么大的压力，血压自然会下降。研究显示，每天摄取足够的钾，可以降低中风的风险达20%。这不是小数字，这是可以救命的数字。第四个改变，减少对甜食的渴望。香蕉的天然甜味足够满足你的大脑对糖分的需求，但又不会像精制糖那样造成多巴胺的大幅波动。多巴胺是让你感到快乐的神经传导物质，但如果它波动太剧烈，你就会一直想要更多的糖来维持那种快感。香蕉提供的是一种温和的、持续的满足感，让你不再需要靠吃糖果或喝饮料来填补空虚。第五个改变，深层睡眠和情绪稳定。维生素 B6 和镁地组合可以提高你体内血清素的浓度。血清素是一种让你感到平静和幸福的荷尔蒙，它在晚上会转化成褪黑激素，帮助你入睡。同时，镁也能放松你的肌肉和神经系统，减少夜间的焦虑和紧绷感。当你的睡眠品质提升了，你白天的情绪自然也会变得更稳定、更积极。但是我要在这里提醒你一件事，香蕉不是仙丹，它的效果来自于持续的累积和整体饮食的平衡。如果你只是每天吃一根香蕉，但其他方面的饮食仍然非常不健康，那效果会非常有限。香蕉能做的是在一个已经还算健康的饮食基础上，再加上一点额外的支持和保护。1个礼拜的时间足够让你感受到一些明显的变化。但如果你想要长期的效果，你需要的是持续的习惯，而不是短期的实验。健康是一场马拉松，不是100米冲刺。你要学会的是如何把这个小习惯融入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请记住，不要期待奇迹，但也不要小看小改变的力量。有时候最微小的调整，经过时间的发酵，会产生你想不到的效果。现在让我跟你说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位62岁的林女士，她住在新竹。林女士是我的老病人了，她有轻微的肾功能不全，但平常控制得还不错。有一天她来看诊的时候跟我说，她最近觉得很累，心跳特别快，晚上也睡不好。我帮她做了检查，发现她的血钾浓度异常升高。我问她，林太太，你最近有改变什么饮食习惯吗？她想了想说，有啊，我听朋友说吃香蕉对心脏好，所以我每天都吃2根，已经吃了快3个礼拜了。我听了叹了一口气，香蕉是好东西，但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林女士因为肾功能不好，她的身体没办法有效地把多余的钾排出去。当血液里的钾累积过多，就会影响到心脏的电传导系统，导致心律不整、心悸，甚至更严重的问题。我跟她说，林太太，香蕉很营养，但对你来说现在不适合吃，你的肾脏没办法处理这么多的钾离子。她听了很惊讶，说，可是我朋友吃了都说很好啊。我说，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对别人有益的东西对你可能是负担，这不是香蕉的错，而是我们要懂得因人而异。
后来我帮他调整了饮食计划，停止吃香蕉，改吃其他低钾的水果。过了2个礼拜，他的血钾恢复正常，心悸的症状也消失了。这个故事我想告诉你的是，不要盲目跟风，再好的食物，如果不适合你的身体状况，都可能变成伤害。那么哪些人需要特别小心呢？第一，肾脏功能不好的人，如果你有慢性肾病、洗肾或者肾功能指数不正常，在吃香蕉之前，一定要先问过你的医师。第二，糖尿病患者，香蕉的升糖指数中等，如果你的血糖控制不佳，一次吃1整根香蕉可能会让血糖波动太大。第三，胃食道逆流的人，有些人吃香蕉会觉得胃更不舒服，这是因为香蕉在胃里需要一段时间消化，可能会增加胃酸的分泌。如果你属于这些族群，但还是想尝试吃香蕉，我的建议是吃半根就好，而且要搭配蛋白质一起吃，比如无糖优格、坚果或是1颗水煮蛋。蛋白质可以减缓糖分的吸收速度，让你的血糖不会起伏太大。记住，吃对的时间，吃对的分量，才是真正的营养。不要因为一时的热情，反而伤害了自己的身体。很多人不知道，香蕉的颜色其实代表了不同的营养特性。让我告诉你，一种颜色，一种功效。如果你买的是偏绿色的香蕉，那它的抗性淀粉含量最高。什么是抗性淀粉？就是一种不会在小肠被消化的淀粉，它会直接进入大肠，成为益生菌的食物。这种香蕉对于想要控制血糖的人来说是最好的选择，但缺点是口感比较硬没那么甜。如果你买的是全黄色的香蕉，那就是最均衡的状态，甜度适中，抗性淀粉和简单糖分的比例最平衡，适合大部分人日常食用。如果你的香蕉已经开始出现黑色斑点，那代表它的糖分转化得更完全了，吃起来更甜更软。这种香蕉最适合在运动前吃，因为它能快速提供能量。但如果你是糖尿病患者，就要避免吃这个种熟度的香蕉。再来说说吃的时间，早上起床后是吃香蕉的好时机吗？如果你的胃肠功能正常，那没问题。但我建议你不要空腹只吃香蕉，最好搭配一些优格、燕麦片或是水煮蛋，这样可以让营养更均衡，也不会让血糖波动太大。午餐过后30分钟，如果你觉得有点疲倦，想睡觉，这时候吃半根香蕉可以帮助你恢复精神。香蕉里的天然糖分和维生素 B 群能快速提供能量，但又不会像咖啡或能量饮料那样让你的神经系统过度兴奋。下午3点到4点是很多人最容易嘴馋的时段，这时候吃1根香蕉，既可以填补空虚的胃，又可以避免你去吃那些高热量、高糖分的零食，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晚上呢，如果你容易失眠或是睡眠品质不好，我不建议你在睡前吃香蕉。虽然香蕉含有帮助睡眠的营养素，但它也含有糖分和水分，可能会让你半夜想上厕所。如果你真的想在晚上吃，那就在睡前2个小时吃，而且只吃半根就好。最后说说保存方法，很多人把香蕉放在冰箱里，结果皮变黑了，以为坏掉了。其实不是，香蕉的皮在低温下会氧化变黑，但里面的果肉还是好的。如果你想延缓香蕉成熟的速度，可以用保鲜膜把香蕉的蒂头包起来，然后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如果你想让它快一点熟，就把它跟苹果放在一起。苹果释放的乙烯会加速香蕉的成熟。吃香蕉其实有很多小细节，当你了解这些细节，你就能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最适合的时间和熟度。这就是我说的吃得聪明，而不只是吃得多。好了，现在你已经知道了香蕉的营养、功效、注意事项，
和最佳食用时间。接下来，让我给你一个具体的行动计划。这是一个7天的渐进式策略，帮助你慢慢是因病，且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第1天和第2天熟悉阶段，在这2天里，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每天吃1根中等大小的香蕉，时间不限，你可以早上吃，下午吃，或是当作餐后甜点。重点是让你的身体习惯这个新的食物，同时仔细观察你的消化系统有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反应，比如胀气、腹泻或是胃酸过多。如果有任何不适，就要立刻停止，并且咨询医师。第3天和第4天调整阶段，如果前2天你都没有任何不适，那么从第3天开始，你可以尝试把香蕉放在下午3点到4点吃喂。什么是这个时间？因为这是大部分人能量最低、最想吃点心的时候。这时候吃香蕉不仅可以提供能量，还可以避免你去吃那些不健康的零食。同时，你要开始记录吃完香蕉之后的2个小时内，你的能量水平如何？是变得更清醒，还是反而更想睡？第5天和第6天精进阶段，到了这个阶段，你可以尝试吃不同熟度的香蕉。如果你想控制血糖，就选偏绿色的香蕉；如果你想快速补充能量，就选有黑点的香蕉。同时，你要特别注意，你对甜食的渴望有没有减少，你的排便有没有变得更规律，你的睡眠品质有没有改善，把这些变化记录下来。第7天个人化阶段，经过前6天的观察和调整，到了第7天，你应该已经很清楚什么时间吃香蕉最适合你，什么熟度的香蕉你最喜欢，你的身体对香蕉的反应如何。这一天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经验整合起来，制定一个属于你自己的香蕉计划。也许你会决定每天早上搭配燕麦吃半根，也许你会决定每天下午当作点心吃1根。无论你的选择是什么，重点是这是你自己观察出来的，是最适合你身体的方式。你知道吗？没有任何一个改变是微不足道的，只要你能坚持7天。7天的时间足够让你的身体开始是阴新的节奏，足够让你的肠道菌丛开始改变，足够让你的大脑重新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甜味。当你完成这7天之后，我希望你能够回顾一下自己的感受，把它写下来，或是跟你的家人朋友分享。当你看到自己的进步，无论多么微小，那种成就感是非常真实的。而当你分享给别人，你也在帮助他们变得更健康。记住，健康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你今天为自己做的每一个小选择，都在为未来的你打下基础。而1根香蕉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1根香蕉不只是一种食物，它是一个提醒你的身体，其实每一天都需要你的照顾和关心。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快速的时代，每天早上匆匆忙忙出门，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我们很少停下来，好好感受自己的身体在跟我们说什么。我们总是等到身体出了问题，才开始后悔为什么没有早点注意。但其实照顾身体不需要花很多钱，也不需要很复杂的方法，有时候就是一个简单的习惯就能带来巨大的改变。当你有意识地选择吃什么，什么时候吃，你就是在放慢生活的步调，你就是在更用心地对待自己。今天我跟你分享的这些知识，不是要你把香蕉当成神奇的药物，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明白，你的健康掌握在你自己手里。每一个小选择累积起来，就是你的人生品质。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我诚心的邀请你分享给你关心的人，也许是你的父母，也许是你的朋友，也许是任何一个你希望他们能更健康的人。有时候一个简单的分享就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请记得订阅，
下个礼拜我会跟你聊另外一种食物，它跟香蕉一样常见，一样便宜，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它的价值。我会用同样真诚的态度跟你分享我所知道的一切。谢谢你今天花时间听我说这些话。我是李国盛医师，记得好好照顾你的身体，因为它是你这一生最重要的资产。咱们下次见，保重身体。